安秀苑380尺單位裝修好啦，即刻帶大家睇下先。廚房外嘅角落位預留咗空間擺雪櫃，大門右邊就做咗個貼牆嘅橄欖綠色獅子櫃，櫃底做咗吊高可以擺居家拖鞋，同時可以做鞋櫃同埋客廳嘅儲物空間。客廳家私同門都選用咗柔和嘅橄欖綠配暖中式。電視櫃連帶咗邊玻璃展示架，可以裝飾點綴客廳。廳房都鋪咗長條形嘅淺色木紋磚。主臥空間大啲就配咗張4尺油壓床，另外有同色系設計嘅雙門衣櫃同細書台，內側仲有3層嘅收納櫃可以擺小物品。客房同樣都選配有充足收納空間嘅油壓床，隔離就留位擺梳妝台同做咗個單邊衣櫃。廚房用咗捷踏式玻璃 PD 門，保留咗原有瓷磚，再做咗套淡奶茶式櫥櫃連吊櫃。白色要形台面空間充足得來，仲可以擺小型廚房家電。再來睇下浴室連埋3層儲物空間加開放架嘅鏡櫃，智能鏡同時打燈防霧，好睇又實用。沖涼位就揀咗弧形黑框清玻璃月屏，確保反浴室乾濕分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